下，你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？你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？你是旅游局，但是你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，对不对？你对内地的游客要客气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不合作，我说是不是要礼貌？应不应该礼貌？我请问你，他是不礼貌，老人是没有违规，没有遵守这个，但是你是不是应该礼貌的对待他？我这句话说错没有？我想请问你，我说对了没有？两个杯子，是不是他？对，他过马路是有错，是不是应该尊老爱幼？尊重老人，对不对？你刚才非常没有礼貌，对不对？他是很危险，是很危险，但是你刚才对他是不是非常不礼貌？请问你，你刚才过来，你说你看，对不对？你对他大嚷了没有？你说了啊？对，你对他嚷了没有？包括这个同事来把他拍下来，他嚷了没有？你不要这样的。你们是不是中华人？什么叫你是香港旅游局？对不对？你凭什么大嚷大叫？你难道不是公务员吗？对不对？请说中国话，请说普通话。太不像话了。好，我们一人少说一句，非常不禮貌。係啊，咁片段開始啊，導遊就霸氣出場，讓開，你係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？嗱，咁旅遊局嘅職員啊都知道唔對路啦，叫佢個同事啊即刻影低。咁啲大陸友呢，唔知點解即刻就阻止喎。喂，大陸人就可以影，香港人就唔可以影啦。要影低啲大陸貴賓，等所有人啊都好好招呼佢哋噶嘛，係咪先？要好好招呼佢哋。咁其實啊，旅遊局嘅職員啊，影低都係保障自己啫。咁大陸導遊啊，繼續咆哮啊！你係咪應該禮貌啲啊？老人家確實有違規，冇遵守交通規則，但係啊，你哋係咪應該禮貌嘅方式去對待佢啊？我有冇講錯？咁旅遊局嘅職員啊，表情都好無奈啊！我而家話俾佢哋聽，唔可以咁過馬路，好危險㗎。咁大陸嘅導遊啊，睇嚟咧就唔放過佢哋喎，睇怕要佢哋啊叩頭認錯，大聲喝啊！你過嚟，你看，你先不先對佢哋好大聲？哇！如果我喺現場就俾佢嚇死啊！真係大佬，你亂過馬路，人哋喝一喝啫，又唔係喝你，你使唔使跳？